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这几字台语字，台语拢念做聊，但是无共聊。这字聊两种意思，第一种意思涉水而行，像撩水、撩溪啊、撩过溪。以前阮的地头真long哦，要去对面庄、无桥，拢爱撩水、撩溪啊才会到位。啊，阮的顶仔哪里真深山，要去挖一个笋啊，拢爱搬山过岭、撩过溪。聊第二种的意思，深入参与或涉入其中。明明知影代志真严重，伊嘛是聊落去。这项生理风险真悬，你唔通无斟酌想就聊落去。过来这字聊是裁开割开，像讲撩布、撩茶。啊，那这字聊咧是青面獠牙的獠，就是面貌凶恶可怕。台南麻豆的大天府有说一个18层的地角，内底真侪鬼怪，都拢生做青面獠牙。啊，那最后这字獠、公獠、孤獠，有一句吉古拉话：火烧孤獠无望。这个藏梦仔的獠啊，火烧，藏梦仔嘛烧了了。这个梦甲希望的梦共音，无望啊无望，无希望无唔望，所以火烧孤獠就是无望，就是无望。今仔日的台语字“聊”实在真趣味。